今仔日的新闻头起先来看这暗头发生的意外。下晡4点左右，新北三甲国城路国公路口，伫咧这北大国小头前，受一辆轿车唔知安怎向冲进前去，造成10外的过路人受伤。因是分别送去文主公病院、土城中街甲邦桥的阿东病院来治疗。也那这轿车驾驶是一个78岁老先生。在画面当中，咱会当看到这附近意外现场附近是乱糟糟，伫咧附近的民众看到出意外，拢赶紧来到救人。迄台冲进前去的小轿车，因为弄个日头真强，规个车头拢猫落。新北三甲的北大国小头前，下晡4点外是发生这车冲进前去的意外。迄当阵是小学仔放学的时间，所以讲有真侪学生甲家长去互弄到，包含78岁驾驶在内，计共是有16个人受伤。当中有4个人是当场都无性命现伤，这到底是机械故障，也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？警方还在调查当中。